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多年来，台湾咖啡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嘅，一年会进口超过2万公吨的咖啡。沙树放入一杯咖啡嘅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人走成系模式咖啡，如无干模式，源头变杂噃。唔过，几多第三世界嘅咖啡农民本人养充报销，因为辛苦做些几年的嘅工钱，可能会买一杯咖啡还卖唔出水。故说几多年前，欧美人士都开始推行公平贸易。4年前，气温人2万亿，成立被华文世界体检嘅公平贸易体系上，创立被公平贸易咖啡，希望本咖啡农合理嘅利润，可不能生活使得改善进一步嘅友善耕种。公平贸易安尼嘅理念喺台湾推广实践嘅情形样呢？来看安尼嘅报道。像这个豆子啊，它太小了，不好看，我们叫做那个半月豆，会把它挑掉。4年前，1万亿企业也对南澳朋友为到推广公平贸易理念，成立了生态绿公司，取得华文体系，提嘅公平贸易认证书填票头，但以公平贸易咖啡，希望做得特殊，提天幕安言的第三世界咖啡色农民。不一定唔会本中间上创艺术，还做得到各个嘅收入，还因为安尼友善工作、友善态度。气温年2万亿，本单对咖啡嘛个就唔低，为到推广理念，3万个学习做咖啡豆、做咖啡嘅技术，变做咖啡专家。因为咖啡好啉，能对得起消费者，一定唔希望消费者为到进步理念而啉唔好啉嘅咖啡。公平贸易係因為南北半球唔平等嘅貿易能有嘅運通，注重由消費者同生產者共同制定合理嘅價值，保障雙方就做得到合理嘅對待。很高兴大家来到了正在结束日的婚礼，就是台湾第一个公平贸易的婚礼。4年過後，2個人結婚呢，婚禮嘅貼片係台灣第一場公平貿易婚禮，婚紗相片非常布置，如大量推廣公平貿易理念，連搶到嘅素材，咪表嘅公平貿易宣傳素材。我们在台湾推动公平贸易已经推了4年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不是第一个，因为其实在世界其他的国家有很多公平贸易婚礼。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婚礼能够去实践这样的一个理念。婚宴上用嘅紅酒、巧克力、可可餅嘅，總可係公平貿易產品。就連送人客嘅小禮物，咪送公平貿易咖啡包。我就希望说，大家能够亲口尝到就是公平贸易的商品哦。那因为像我们有咖啡啦、巧克力啦、红酒啦，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商品。那其实婚宴大家吃吃喝喝的最好就是亲口可以品尝到公平贸易的高品质的这个商品。而且其实就是婚宴，其实是新人最幸福的时候嘛。那我们也希望说，生产这个产品的生产者也是同样透过公平贸易也可以幸福。我们吃到的就是直接就可以帮助就是那些小农，对啊，非常的有意义。4年的時間，氣温年2萬幾，2個人的關係對情人變做公婆。4年的時間，公平貿易運通喺台灣每本國度嘅人認識咧。那我们最主要推广的方式就是用演讲哦。那所以说我过去这几年呢，我跑过了200多场的演讲啊。当然最主要就是像大专院校，然后还有一些社团，那还有一些公司行号。这几年我们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哦，使用公平贸易的咖啡。那
其实另外最显著的，譬如说像是一些通路哦，譬如说像百货通路啦，一些有机通路啦，我们都可以看到公平贸易的商品。一件清有意文气息的咖啡汤，就是用公平贸易咖啡为其中一件点嘅。2日過後，人客來交換，點一杯咖啡，享受悠閒的時光。他们家的咖啡，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很温和。可是他们虽然温和，可是它的那个味道很深，就是你喝完之後，它層次很多，很豐富。調價堅持點烘，仲可以用公平貿易咖啡豆，仍然該單純，就係因為理念好，品質又好。實際在選擇的時候，他開始比較變成是為什麼不，而不是為什麼要。文燕他自己在烘焙上面下的努力非常的多，就當然他自己不會強調這部分，因為他在做的是就是這個理念跟這個模式的推廣，所以他沒有去強調他很少去強調它的品質，但是它品質非常好。那他就開始變成是為什麼不？就是既然東西很好，然後這個方式他又可以去給人一個互惠，然後它是一個比較永續、比較循環的方式的時候，那就是 why not？ 就用啊。咖啡湯嘅門窗點論使用公平貿易咖啡豆嘅標示。menu 方面特別少見，不過除此之外，調價唔會特別突然下強調，而希望也係一件該平常嘅事情。我們在我們的 menu 上面第一頁有做一個介紹，那有的客人有興趣的，我會跟他談。那但是我的態度比較是，我希望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就不需要。就是一直去說，就是你知道我是，那就 OK。公平貿易的咖啡香味未傳到學校地位。富研大學學生嘅自家創立嘅公益消費聯盟，替學校推廣公益消費嘅理念。期盼公益實施嘅廿一個禮拜，學生嘅還想出好辦法，用前學堂嘅鋼琴聲評論咖啡嘅香味，希望向同學填下腳譜，來做一定期盼嘅公益實施。所以我們這次搬來的鋼琴，他們只知道說，那邊有賣咖啡，有彈鋼琴，非常的不一樣的一個方式，所以他們吸引到。可是我們就是讓他們知道說，有公平貿易這樣子的東西，那他們不一定要有用行動來支持，但是至少他們可能知道了。那一點一滴的，我們就是一直會持續的推廣。那希望有朝一日他們是可以知道，然後了解，甚至化為行動來支持我們這樣子。普泰公益消費聯盟透過期盼實施法通，賣公平貿易咖啡、手工藝品，推廣公益消費，希望同同學講消費還有很多嘅可能性。就是邊泡咖啡那個時間會很久嘛，我們就會跟他們說，哦，這個是哪裡來的咖啡啊？如果你現在吃這些東西啊，可以幫助到哪些人？大眾不太知道說，公平貿易是什麼？那公益消費又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所以這次在跟店家合作的時候，我們推出了一個影像展，想用影像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更快、更容易的認識什麼是公平貿易，甚至為什麼他們要公益消費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公平貿易的理念唔單止開始替學校發芽，還用公平貿易茶水間的形式替企業內部實行。而台灣有38間的公司替辦公室採用公平貿易咖啡，落實企業消費責任。
其实大家对这个所谓公平贸易咖啡豆接受度都非常的高，大家觉得喝起来也不错。那我们就决定用这样子一个方式，那再透过一些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内部有一些，比如说电子报，那大家更了解知道说，同仁们，你们每天除了在喝咖啡之外，你还做了，其实这咖啡是让你做到一些什么事情，那大家喝起来就会觉得更有滋味这样子。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那之前喝咖啡的感觉就是一个你知道标准动作，每天上班来喝一杯咖啡。那自从就公司导入了公平贸易咖啡之后，我会觉得喝咖啡这个行为就变得蛮有意义的。然后每次虽然就是只是一个小动作，会觉得我的小动作可以支持一些公平正义，然后帮助那些咖啡农是蛮不错的。公平貿易的精神，每本人用喺本土農產品行，一個使用概念感，喺台灣體現結合公平貿易精神，推廣食物教育嘅實體商店。唔單止賣公平貿易咖啡，還有小農民生產嘅胡桃蔬果，作為雞卵糕、甜點、果汁椰豆，本消費者已經無托空間嘅飲食選擇。韓國現場製作，面對面向民眾推廣食物教育。因為這1、2年，其實我們會聽到很多食品安全的問題，那其實客人就會問說啊，這個會不會怎麼樣？哦，這個有沒有色素？有沒有香精？啊，你這個香蕉味這麼重，是不是放香蕉油？那其實我們就是會告訴他說，你什麼時候可以早上過來看？他看過之後就會發覺，哦，原來不用用香蕉油就可以做香蕉蛋糕。吧台行未清楚嘅標示，食材係對哪來嘅，製作過程未全部透明化，本消費者看得到食物嘅生產過程同價值。材料的顏色會有一點點變深，那它是正常的，因為我們的香蕉裡面有很多鐵質，它跟蘋果一樣，其實它會氧化。好。由這個方式去跟客人介紹說，我們今天採用公平貿易的食材，採用友善土地的食材，那其實並不只是說我只是贊同那個理念，而是它真的是一個好東西，那它會食物的安全也會顧到，那同時又可以照顧到土地和農民，對，那他們就會比較願意接受這個新的概念，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讓消費去改變這個耕作的環境。當然，我們希望說把公平貿易這樣子的一個概念能夠實際上落實在台灣的農產品或農業上面。所以說，我們有同樣的一個理念，就是我們給予農民一個合理的報酬。那同樣的，我們就希望說他能夠照顧好土地，那最後能夠給我們一個好的照顧我們健康的農產品。喺後面推行過多年嘅公平貿易精神，對市民嘅2萬幾嘅咖啡糖，一路向外傳到韓國島嘅咖啡糖地杯，很多學校地杯未來到企業嘅茶水間，甚至係用喺本土嘅農產品行。雖然公平貿易嘅理念天天嘅個本人啲嘅，唔過喺台灣其實還唔算普遍。困難來講，就是說，當然就是說，畢竟它還並不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概念，我覺得這都是需要慢慢花時間去累積啊。那就跟有機一樣，20年前有機剛出來的時候，大家也不認識嘛。可是花時間累積了之後，那自然而然就會越來越順利。那特別是現在整個的我們講食品安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時候，我相信會越來越多的人去關注這個問題。現在比起以前，它已經好很多了。就至少你現在問10個人，可能有5、6個至少他有聽過公平貿易這樣的東西，就是聽過就是第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要以一個大眾的概念的話，那大眾永遠大部分都只是聽過，那時機到了，他們自己會再去深入它。要改變消費態度，延長已久嘅消費習慣，冇咁簡單。嗰數次運營透過各種嘅公演場合，同消費者講，簽到消費背後嘅血淚故事，一比千強嘅無公平咖啡度，有論記下百萬第3世紀咖啡色農民嘅血汗，提以所撇下嘅農民，每日平均賺到嘅錢甚至冇$1。公平貿易機制可能就係改變世界嘅新消費方式。最少就是說，我希望說在每一個通路上面，
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选择到公平贸易的商品。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关卡。那在每一个通路上面，可以想象就是超级市场啦、便利商店啦，那每一个消费者他等于随手可得，都有机会可以买得到，他都有机会可以支持到公平贸易。多一些思考同改变，多一些机会同支持，用消费未做得改变世界。公平贸易的新买卖模式，友善生产者同消费者，尊重自然环境，未做得买到一个韩国美好的世界。